機車與青春面孔，台中到日月潭嘅一日。今日清晨5點起身，整理好行李之後，就同伯伯一齊去火車站，準備乘搭7點52分嘅莒光號列車。走上月台嘅時候，同伯伯道別，佢再三叮囑我，如果喺外面揾唔到落腳嘅地方，隨時都可以到佢屋企休息。臨別時，我竟然睇到佢眼眶泛紅。短短2日，伯伯就已經將我視為屋企人一樣，呢份真摯情感再次令我深深感受到台灣人嘅熱情。目送伯伯離開之後，我獨自踏上旅程。車廂入邊人潮擁擠，大概係返工時慣吧。抵達台中之後，我先將大件行李寄存好，再到巴士站睇下巴士時刻表，發現9點50分有一班車前往日月潭。買好車飛之後，仲有少少時間，我就行去喺彰化時認識嘅愛心社。愛心社位於青果大樓8樓，樓下正係大大百貨，但我喺附近行咗一輪都揾唔到入口。咁啱見到一位熱心嘅女仔，主動話要帶我上去。到咗愛心社，見到尋日識嗰個男仔，同埋一班第一次見面嘅後生仔。之後其他熟悉面孔陸續返嚟，其中一位女仔仲打咗我一下，俾我一個驚喜。雖然嚇咗一跳，但就令我真正感受到當時台灣年輕人特有嘅活力同埋熱情。我哋傾咗一陣，佢哋都準備開會，而我亦都要趕去日月潭，就相約星期日中午12點喺台中火車站見面，一同出遊。道別之後，我攞返大件行李，搭上中興號客運。呢次學識自己打開車底嘅行李艙，將背囊放好，覺得自己又多咗一份獨立。中午12點抵達日月潭，落車之後即刻有幾個人上嚟推銷住宿，其中一位女仔開價400蚊，我話我自己係學生，預算有限，佢諗咗諗就改口話有200蚊嘅房間，於是我就跟佢去到名勝大飯店，距離車站好近，房間就喺天台，好似雜物房改裝成雙人房咁。睇嚟平時都好少人入住，但價錢實惠，我亦都唔介意。可惜當時就冇特別影低房間嘅相。到而家我都唔確定係唔係同而家呢一間名勝大飯店係同一間。放好行李之後，我就即刻外出，先買咗星期日7點50分返台中嘅客運車飛。隨後又有人向我推銷包車遊湖，開價250蚊，並建議我再揾多2個人一起分攤。我嗰時正考慮嘅時候，啱啱又遇到一位剛剛畢業嘅大學生，佢話租機車平好多，只要100蚊，咁我梗係同意啦，就同佢一齊租車出發。當然係佢揸啦，我都冇車牌，我就坐後邊。我哋先到九族文化村，揸車唔到20分鐘就到達，門票高達200蚊，但憑學生證只需要150蚊。園區內展示咗好多仿原住民嘅建築，介紹各族文化同埋歷史，仲有舞蹈表演，觀眾甚至可以上台同樂。大約下晝4點，我哋揸返電單車返日月潭，改走另一條路，但就要俾30蚊嘅入場費。佢乾脆話不如沿湖轉一圈，但冇耐之後就發現走錯路，只好返轉頭。當時天色漸暗，雨勢亦都忽然傾盆而落，只好喺路邊避雨，直到傍晚6點左右先至停。然後我哋再急忙上路，回程佢一路左穿右插，車速極快，真係令我嚇出一身冷汗啊！亦都真正體會到揸機車嘅危險。傍晚6點20分返到名勝大飯店，佢哋都要趕返嘉義，只好同佢道別。之後我就喺附近簡單食咗個晚餐，就返房休息，結束呢個充實又驚險嘅一日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頻道，記得幫我們按讚、訂閱還有分享哦。